接下来是正道，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今天讲的题目是耶稣的权柄大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真理的圣灵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这3段的经课，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今天的题目应该是十诫与十架。好，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讲到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诫。那个我们的和本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那个话就是诫命，就是十诫，就是10句话。然后吩咐这个字，那个别的版本翻作颁布。颁布哦，上帝颁布律法的颁布。你知道希伯来文这个颁布这个字，还用在别的地方，用在什么？生育儿女的生育，产生一个民族的产生，建立一个国家的建立，提供生活方式等词义。换句话说，上帝颁布了十诫，是前面的祷文，前面的引言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原来以色列人本来是埃及的奴隶，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甚至连生命权都没有。生下的儿子被丢在水里，生下的女儿成为别人的奴隶。上帝施恩典，领他们出埃及，得自由，得释放。然后这些埃及的奴隶得自由以后，最大的难处不是外在的自由，而是内在的奴性。所以上帝就跟他们立约，从今以后行事为人不要再做奴隶了，行事为人要以你们所蒙的恩召相称。那就跟他们立约了什么？成为上帝尊荣的子民。十诫就是他们的身份，十诫就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相互的基础，行为的准则，自我管理的方式。以前是被奴役，现在是自我管理；以前是对督工负责，无穷的鞭打；现在是对上帝负责，活出上帝儿女的尊荣。好，这句话，所以十诫就产生了新的民族。颁布的意思就产生新的民族。那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十诫是恩典，不是律法，是一个施恩的上帝给这一些蒙他恩典的子民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自由、新的能力、新的关系，让他们活在充满公义与和平的生活当中，彰显上帝的临在。所以上帝就借着十诫使他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今天上帝也借着耶稣的死，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埃及的以色列人是脱离法老督工的权势，我们是脱离了罪恶跟死亡的权势，成为一个自由人。换句话说，十诫也是我们基督徒新的身份。那我们教会在4月8号以后，我们的成人族学有一个叫做要理班。要理班就是先教导信经，我信，再教导十诫，我行，做教导主导文，我导。这是很美的。好，接着诗篇19篇，我们刚才所读的最后一句的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个祷文是什么？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诫命内化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呢，彰显出来，变成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为。所以，上帝的话语应该是要背诵，并且呢，默想，然后呢，消化，然后我们活出上帝的话语去遵行。所以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成人族学，我们有一班叫做什么？就是敬虔生活，教导我们如何读经，如何祷告，怎么把圣经的话语消化，
这一些我们的课程的设计就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好，第三个是我们今天读的书信，书信里面提到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求智慧，希利尼就是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架的基督。这段经文很简短，但是它的意义它很有分量，精彩的说出基督教的吊诡性，吊诡paradox， 这个很像矛盾一样。那个犹太人他们对于耶稣钉十字架，他说这不是我们弥赛亚，我们的弥赛亚哪有那么懦弱，被人家钉死，而且衣服都没穿，极大的羞辱，而且还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呢被当作罪犯，两旁的人都在羞辱他，怎么可能？我们的弥赛亚一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耀武扬威的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他们用很高超的高来高去，谈到上帝是用高超玄妙的哲理，怎么会用一个人怎么是死在十字架上？哇，这受不了，受不了！所以有以色列那个希腊人说这太愚妄的了，太愚妄，根本没有智慧。上帝要救人，只要说活下来就活下来，罪赦免就赦免了，那搞了那么多复杂。所以犹太人说这个绊脚石，一个是死。好，保罗说我们传十架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我们这些受洗的人来说，十架启示了上帝的大能跟上帝的智慧。换句话说，上帝的愚妄比人还明智，上帝的懦弱比人还强过人。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基督的死是表明上帝的爱，无条件的爱，白白的爱，舍命的爱。请问，爱比死还坚强，怎么是懦弱？了解吗？一个敢爱，这死，你想一想做母亲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拥有生命，是我母亲生下来的，对不对？母亲在怀孕还要害喜，还有生产的时候，台湾话讲生一个囝的鬼门关走一回呢，生一个囝棺材弄一半呢，听过这句话吗？棺材那个，请问做母亲的怎么那么傻，还要怀孕，还要生孩子，生了还要养，还要把自己最宝贵的，这干嘛？这是爱呀，爱比死还坚强啊！这个爱怎么是懦弱？了解吗？另外呢，爱是上帝的恩典，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笑他怎么会这样子没智慧？哪里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死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领受他爱的人，就以爱还爱；领受他恩典的人，以恩报恩。所以我们就可以爱神爱人。10诫的前5诫是爱神，后5诫是爱人。那不是被辖制、被鞭打的，讲一些哲学道理就可以改变人，这个哪有这种智慧的？真正的智慧是用爱。所以保罗说讲的是这个。换句话说，上帝的懦弱远比人的权势还坚强。让我们依靠上帝的懦弱，意思说，让我们依靠十字架上的为我们的爱跟死。所以我们今天诗班好美，刚好唱什么奇异的爱，对不对？而且怎能如此？上帝怎么会这么爱我们？我们来信靠这一位，我们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其实真正爱。我们应该来信靠这一位，好像是愚妄的，但是这个愚妄是带给痛苦跟死亡的人得到生命，得到安慰，得到力量。一个没有罪、公义的耶稣，竟然会受苦，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这我们就得安慰。好，我们接着回来看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福音是蛮特殊的。我们看到我以前在圣光上一个课叫 EQ， 那时候台湾刚刚出 EQ 那本书的时候，我去查考耶稣基督是蛮有 EQ 的。这个约翰福音第2章耶稣基督动怒，而且是盛怒、易怒，但是耶稣基督又有细腻的一面。他对于那个牛羊的，用绳子拿着鞭子就把他赶出去，对不对？然后推翻银钱的，他没有把他赶出去，他把他
昏倒，然后对那个卖鸽子的说什么？把它挪走，这什么意思？这蛮有趣的。你知道那个祭司啊，所有远地拿牛羊来献祭的祭司，又奉主名要检查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瑕疵。换句话说，你带来的牛一定有瑕疵，你带来的羊一定有瑕疵，啊，他的牛就没有瑕疵，对不对？啊，你那么远的还要赶回去吗？不用啊，留在这里好了，对不对？反正用他的牛啊，等到你那个有瑕疵的牛，他又拿来给另外一个人，都一直叫唤，一直叫唤，我都再价差，讹诈人。啊，圣殿哦，不收罗马币，只能收圣殿币。啊，圣殿币又在外面又不能流通，啊，所以呢，他就赚汇率跟汇差。请问所有人被剥削的甘愿不甘愿？快乐不快乐？痛苦不痛苦？了解吗？而且要奉献的钱要圣殿币的，你知道吗？那圣殿币很有趣耶，它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有细的。那大的你一奉献，它就怎么样？了解吗？中的就小的就那细的。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一丢下来，它就啊，所有人都看着我说：“哦，啊，这个红给他多，了解吗？哦，然后下去以后，那第二颗下去，哦，那声音好美哦，好感动哦。那奉献人，哦，他设计这一套很好哦，放在丢在喇叭里面。圣殿怎么搞成这一套？哎，我来荣光堂怎么没有那个椅子？什么写奉献的密家奉献？我说都没有人写呀、啊，对不对？还有哪一家什么牧师办公室写奉献的？嚯！好像都被高举的这个条啊，上面红给的，在玩这个游戏。OK， 请问耶稣看到了，好生气啊！所以那里描述的是，但是为什么对鸽子那么那个？因为鸽子那些人是怎么样？圣殿的钱奉献不出来，牛羊也奉献不出来，只能用鸽子，对不对？还有一些麻雀的，那最穷的人呢，奉献的啊，那些人呢？所以耶稣说：“哎，到外面去，到外面去。这个鸽子哈，意思是说，你的鸽子人家已经这么穷了，不要再剥削人了。”好，耶稣洁净圣殿，在告诉我们什么？逾越节近了，这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奴隶走向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是要摧毁罪恶，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要为世人的罪而死。这个毁掉、摧毁罪恶跟不义。从圣殿开始，上帝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结果圣殿变成体制化的宗教，跟制式的崇拜，然后勾结世俗的偶像、权势，然后呢屈从于金钱、买卖权力跟情欲，好悲哀呀！请问基督教有没有这样做？中世纪的时候有了。哎呦，你要当神父吗？哎。当神父有很多油水嘛，1/10奉献都交给神父嘛，对吧？神父再拿交给主教。当神父吗？哎，你要好好的读摩西五经呢。那个人说：“哦，这样哦，摩西五经就是拿500块过来了。”那神主教呢？哎，你要守10诫。他说：“啊，10诫太多了啦，8幅就好了。”哦，8幅打折，打8折，就是800块了，8000块了。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主义？叫 Simonism。西门主义啊，使徒行传西门主义，用金钱来买那个你知道我来当教区长要送多少钱给会督啊？开玩笑的，这个我们是绝对没有这样做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就是这样子腐败教会，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容许上帝的崇拜跟那个，所以请问我帮他证婚有没有收钱啊？了解吗？啊，最是礼拜。我觉得他打摊什么都收钱，然后呢，去地方弟兄姐妹探访，祷告了会好一点，有好了，祷告的时候收钱，然后呢，祷告好了后金，前金后谢嘛，这不可以的，这是买卖。弟兄姐妹们，好多教会在玩这个，甚至说你要蒙上帝赐福，你就要奉献，而且奉献给牧师，乱来，这是权柄属灵权柄的误用。所以教会里面。真正的崇拜，像耶利米书第7章、第8章所讲的，很清楚记载说，我们进圣殿礼拜，跟出去外面生活，都要遵守10诫，遵守关心穷人跟邻舍，尊重所有的人，把上帝所领受的恩典
跟人家分享。所以，崇拜的生命跟外面的生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教会每次的崇拜以后，牧师要怎么样？差遣、祝福差遣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今天所听的道内化成为我的思想人格，出去外面成为我的宣扬跟我的生活。然后呢，下礼拜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就把我这礼拜的生活所结的果子拿来献给上帝。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是这样的洁净圣殿。另一方面，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多么爱圣殿。他小时候就被献到圣殿的时候，而且他们家献的都是献的鸽子，很穷的。他很知道这些穷苦人，结果竟然祭司阶层的人这样玩这个，所以他很痛苦。他认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请问你现在焦急的是什么？焦急的是你的工作、金钱、孩子、婚姻、娱乐、健康没有安全感，还是你焦急的是高谈阔论？还是你对上帝的殿、对圣殿、对上帝的光荣、对教会的发展，你心里面焦急吗？对弟兄姐妹的软弱、灰心、失败，你焦急吗？你的亲朋好友没有信主，你焦急吗？今天这个圣殿、上帝的家，你焦急吗？这里在告诉我们。然后呢，这里也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3日后重建圣殿。这句话他们听不下去，那我们呢，把它翻成圣殿，这个翻这样也不对哈。来，他的那个你拆毁这殿的希腊文是拿奥斯，拿奥斯是至圣所的意思的。拿奥斯，我3日要建起来，这意思就是说，你拆毁我的身体，我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3日我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这句话他们听不懂。约翰福音最常记载耶稣讲话都被误解。他对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我这么老了，我怎么进去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了解吗？所以都被误解了。所以耶稣明明讲的是说：“我知道我洁净圣殿。”挡住你们的钱财，断了你们的财路，你们会恨死我。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嘛？对不对？凭什么权柄？”耶稣说：“我的权柄就是，我将来就是会被你们杀死，我第3天要复活。我的权柄就是我爱你们，爱世人，为你们罪而死，并且我要从死里复活。我以复活的大能显明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以复活的大能显明，我生命在我，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要带给你们新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讲的是这个。好，那今天是常年期第几主日？第3主日。在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都是说东正教跟天主教，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领十字圣号的日子。你知道天主教每次祷告谢饭了以后都这样，对不对？啊，我去东正教做礼拜啊，东正教的祷告是这样：先右边再左边。啊，西方教会呢，都先左边再右边。啊，到底哪一个对？我看我十字架都一样啊。好，这个。那基督教有没有祷告完了以后就这样子？没有，没有。啊，我以前就好好去查考那个教会历史，怎么会弄这个呢？原来。大公教会，大公教会就是基督教还没有分成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还没有分类以前，大公教会都有十字架的圣礼。那因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反正天主教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要有了，所以就把整个推翻掉了。那个帮 baby 洗澡，然后呢要倒那个肮脏的水，结果连 baby 也倒掉。其实我们应该有十字架的圣号。好，你到哪里就这样子。所以今天那个比较近前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知道你是大公教会的，就今天就是领受十字架圣号。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牧师用圣膏油在你额头上放十字的记号。所以你要在额头上。好，来，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用十字架圣号来，请大家把右手举起来，拇指伸出来。好，请你在你的额头画十字圣号。
意思是基督的爱永远护卫着你。好，愿你认识、学习、更认识耶稣基督，实践他的教导。好，请你在你的耳朵画个十字圣号，表明我要听从上帝的教训。好，请你在你的眼睛画上十字圣号，表明我要看见神的荣美荣光，我也要彰显上帝的荣光。请你在你的口画上十字圣号，表示我的口要颂赞上帝的荣美，祝福弟兄姐妹，而不要咒诅人、贬义人。好，请你在你的胸上画上十字圣号，表示基督因着信住在你的心里。好，请你在你的肩膀上画上十字圣号，表示你要负起基督亲省的恶。好，来，我给你们全体画上十字的圣号，使你们获得新生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就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基督教把十字圣号退缩到哪里？退缩在圣餐的时候有，还有退缩牧者最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祝福的时候有。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每天都要这样子。你们知道有一个人长得好矮好矮，才148而已。她的老公很聪明，在全世界拿了20几个博士，写了30几本书，都用英文写。有个华人用英文写，都好畅销。那个人叫林语堂，林语堂牧师的儿子，魔鬼的孙子。读了圣约翰大学以后，反基督教，反到那边，那没办法。可是他娶到老婆很尽钱，他老婆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就给他额头画十字记号，就为他祝福。啊，他说很烦，会不会困了卖差了？林语堂都讲台语了。林语堂在台湾是参加南京东路那个长春礼拜堂的台语的教会，他就给他这样，你知道吗？林语堂的师母给林语堂画了25年，他最后才信主。他说卖尾，我没写了呀。他最后信主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什么信仰之旅，那本书从基督徒变成儒教徒、道教徒，最后又回归基督教。那本书蛮有趣的，有机会大家可以看。那基督徒十字的圣号。好，我今天要讲一个见证，这也是东欧流传的故事。在哥萨克人战乱的时候，犹太人被野蛮的整数屠杀。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巴尔显托，他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非常的敬虔、圣洁、属灵。上帝跟他启示说他要进入上帝的国，而且他这个人因为爱主、属灵、爱神、爱人，所以他要坐在至圣者的右边，左边，因为右边是耶稣。所以他好感动。然后呢，有一天他突然奇想说：“那我旁边是谁啊？我旁边是谁？”他很想知道，毕竟跟上帝在永恒里面永远在一起，那是很美的事。如果这个人还活着，能够跟他认识多好。如果所以这个善良的拉比呢，他就跟那个至圣者祷告说：“至圣者啊，你是配得称颂跟赞美的，那到底谁会在我身边呢？请你告诉我好吗？”然后呢，没有想到上帝就跟他告诉他名字，说这个人还活着，而且独住在那个森林的最深处，那个人迹罕见。从那时候起，他说：“那上帝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恩典，我认识这个人？因为将来永世要在一起，现在就能够认识，多好，对不对？免得他就一直祷告的，好定力要寻找这个人，跟他谈论有关世界跟未来的事情，特别是他们要跟永生的上帝永远在一起。赞美他的名。机会到了，他有一次他就存好钱，就准备去找这个人，他就走到一个森林里面去。然后呢，就留心查看，到底那个森林里面有没有走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路了。走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路了，剩下那些草啊什么，他就披荆斩棘走进去。天色快晚了，糟糕，天色晚了，
马上就要安息日到了，所以他要找一个地方去庆祝安息日跟祈祷。他希望很快就找到，然后呢，希望有人能够接待他过安息日。他想说，这个圣洁的人哦，一定是犹太人，因为至圣的上主没有说是别种人。哎，结果他那边那个杂草里面、森林里面看到有一个房子，哦，他松口一口气，好高兴，他就上去用力的敲门。他想说啊，对，一定是这位圣者。敲门敲了好久都不开门，哦，他气到又拿个石头，哐哐一直敲。结果呢，就开门了，看到一个长得又高又壮的那个大巨人，然后又肥，然后其貌不扬，很粗鲁的瞪着他。结果没有表示欢迎，他也不说话。这个巴森托就先开口了，他说：“祝福你安息日满得上主的恩典跟福分。”结果这个人哼一下，奇怪的，他也不祝福我，我祝福你，你要祝福我。结果他好像几乎绝望，只好说：“好了，天空的第3个星星要出来了。你是个犹太人的话，应该让我进去跟你过安息日。”这个人就一言不发，就靠着墙，就让他进来。他一进去的时候，四周一望，一点不像一个圣者。然后呢，巴森多乌就把他的行李里面点了一根蜡烛，然后就开始在那里念那个安息日的祷文。他们安息日祷文叫做14颂赞文，有14个那个，就一直颂赞赞美上主，一直赞美上主。结果发现那个人就坐在那里，高腿腿，一言垂垂啦，接着一扑，开一搭，都不动，什么也不做。他祈祷完了以后，那个暗淡的房子更加的黑暗了。这个人就要站起来做什么？就翻箱倒柜找那些东西吃的东西，一吃了就把自己堆了满桌。然后就开始吃了，因为他走到这个森林，走到肚子好饿了，他也不请他吃。结果呢，他就在桌上吃，吃完了又就在椅子上吃，然后到他的床铺上也吃，吃着，都没有请他。他说：“这个怎么是圣者呢？圣者应该是祝福完了跟我一起吃啊，怎么没有呢？我们犹太人是很慷慨的。”他看巴森多看呆了，的时候他肚子好饿，他说：“你怎么不让我吃呢？至少给我一点点吃好了。”结果他这个人似乎好像忘记了那个巴森托夫的存在，就拼命吃。他就跟他要他一点，好了，他就吃剩的一点皮就丢给他，说：“他怎么吃剩的皮给我呢？好吃的也不给我。”他困惑不已。他就祷告说：“全能的上主啊，你的名是配得称赞的。你曾经跟我吐露这个人很属灵，我看到他数了这个是灵呐，怎么是那个灵呢？那是属灵。将来要跟他腻在一起，这么胖，我也有惊喜啊！这么肥，我要永远跟他在上帝的国里。”结果呢，一讲完了，结果那个人就倒下去，就睡起来了。我以为他就想说：“我不要睡觉。”我要看他晚上是不是警醒祷告，结果他晚上一直眼睛眯着他，结果那个人呢也不祷告，一直打鼾，而且呼声又高，我的呼起来震动到那山摇地动。他说：“这个怎么有这个属灵的人呢？奇怪，这个人不守安息日，连14个颂赞文一个也不练。哎呀，结果睡到结果睡到天亮了，他清晨起来祈祷的时候，结果这个人还在睡。结果他就整天就守安息日，因为所谓的安息日是从礼拜5的天那个太阳一下山就算安息日了，所以安息日不是礼拜6，是礼拜5，然后到礼拜6中午。我是去以色列才知道，以色列人的安息日礼拜不在礼拜6，是在礼拜5晚上。完了以后就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吃晚餐。结果他那个人，然后就拼命吃，然后就丢给他一个。都不能讲话，都不理他。然后等到晚上，夜又降临了，他留心看这个人会不会改变。结果看一下，这个人没有什么圣德。第2天一早，他就要离开了，准备继续上路。他心烦意乱，说：“上帝啊，我怎么跟一个这样打呼的人、这么胖的人，我以后在勇士都在一起，他拼命吃，我这么都饿肚子。
实在受不了。然后呢，他就朝门口走去，突然转过身来，就跟那个人说：“你认识我吗？”结果那个人竟然点头说：“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是谁。”他很惊讶，原来你知道我是谁啊？那怎么不理我呢？不跟我讲话呢？结果巴森托夫说：“我跟上帝祷告了，他告诉我说你很圣洁，很属灵。我也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你不像个圣人啊！你不守安息日，不祈祷，不守夜，甚至不接待我，你到底是谁？你是怎么样的生活？”结果这个人就在上面一言垂垂，一口腿腿的，就不讲话的，愣住了。愣住以后，头一直垂在他的胸前，突然抬起双眼，对着巴森托夫说：“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有7、8岁，我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跟我的母亲2个姐姐、祖父祖母，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很幸福，虽然我们很穷，但是我们有水、有食物，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很满足。突然有一天，我跟我爸爸到森林的池塘去打水，突然我爸爸把我推倒，把我塞到一棵树倒下去的树洞里面，塞进去以后对我说：绝对不要动，绝对不要出来。那我就这样做了。结果来了好多骑兵把我爸爸拖走，我也听到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祖母的惨叫声。最后这个惨叫声平息了，我爬出树洞，蹑手蹑脚的从树林里走着。结果他们把我的父亲抓起来，绑在一棵树上，折磨他，然后从他身上倒油下去，就把他烧了。因为我爸爸很矮很瘦小，所以很快就烧着了。等到哥萨克人走了以后，我跑回去，把我们全家的尸体，血迹斑斑的尸体，被烧焦的尸体，就把他们埋下去，然后我留在这里。我现在住在这里，但我发誓，如果哥萨克人再来，我相信他们总会来的。所以他们发现我，把我抓起来，把我绑在一棵大树上，但是我不会这么快的死去。我会因为我吃得如此的高大，如此的肥胖强壮，当他们把我点着的时候，我会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烧到发烫，烧到发狂。我会大声叫，赞美上帝的名。我的喊叫声要不停的回旋在他们的耳中。我不会烧光的，我会一直烧下去，我会一直烧下去。他讲到这里以后，两个人长时间的沉默。他发现这个巨人的眼睛在流泪，然后呢，他再一次的好像把巴森多夫忘了，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我的上主啊，宇宙的主宰啊，这一切要等到几时呢？神灵的人民还要继续互相屠杀到几时呢？上帝的主啊，你容忍我们，看着我们残害你所创造这么可爱的生命，而撒手不管要到几时呢？主啊，你要为你的儿女哭泣，哭泣他们的争吵、仇恨，然后要到几时呢？主啊，要到几时呢？”结果他就一直哭，然后巴森托夫就悄悄的退去，尽量不出声，把门轻轻的关上。然后他突然站定，觉得这是他毕生第一次，这一位尊贵圣洁的教士，他开始怀疑他是否配得进天国，他是否配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他离开的时候，这个人凄惨哭叫声跟祈祷一直在他耳朵里面轰着他，然后一直回旋回荡不停，然后揪着他的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对圣殿、对基督的身体、对按照上帝形象造的男男女女，我们应该有热情的爱他们，这些都是神所爱的。上帝也期待我们这样做，敬拜上帝，要表达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这才是真正的敬拜。然后终身的感谢上帝，求主赐福我们，在四旬节的第3个礼拜，我们敬拜上帝，
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圣殿，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罪。我们认识这一位复活的基督，然后把上帝的话语内化、默想、消化、吸收，活出来。甚至于，当有人逼迫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像基督一样背着十字架走上这一条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不要像巴森托夫那样自义。主啊，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主，帮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基督啊，你用十字架彰显出上帝对我们的大爱，上帝的智慧跟大能。主，让我们也走上十字架这一条大爱、大能、大智慧的路。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